到台东这样，凭这首歌办都兰的护照。教你们唱阿美族的歌好不好？简单的，不会很难哦。有一种阿美族唱歌的方式是一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当答唱，然后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会给领唱者力量。我当领唱，就来学。嘿呀嘿呀呀嘿哟呀，然后答唱就唱。嘿呀啊嘿呀，嘿呀啊嘿呀，嘿呀啊嘿呀，5个字哦，好不好？里面2个字又一模一样，很简单哦。但不会唱，原住民也救不了你了哦。试试看好不好？嘿呀啊嘿呀，对哦，好，我当你唱啊。嘿呀，嘿呀呀，嘿哟呀，嘿呀啊嘿呀，哦啊，嘿呀呀，嘿哟呀，嘿呀啊嘿呀。要唱好不好？要唱，不要很害怕，要是做坏事，大胆的唱，反正今天是我的场。没有人会欺负你们，好不好？没有警察会把你们抓走，很快的啊！难得啦，其实每次看中文歌手，中文歌手说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大家都会唱的。可是我唱国语，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大家都傻眼了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学，好不好？试试看。嘿呀，嘿呀呀，嘿哟呀。不要放弃自己哦。好了，那就带来这个风，掌声！无
为什么刚刚笑呢？继续啊！哦，严志明唱歌就这样，为什么会3天3夜？因为跳针，跳步啊！好，然后很快今天的分享会秀几年就过去了。当然，你们如果会想念我，我有Facebook，你们会想念我吧？不要那么无情好不好？点个头嘛。可以上网搜寻苏敏 SUMING 苏敏或者苏米恩，就会看到我的 Facebook。希望大家给我1个赞，应该2个赞也没关系，很多赞也还可以。那接下来这些活动可能很多，如果大家记不得，网络上也会有持续的消息跟大家分享。最后一首歌好，待会就牵你，好啊，我会牵你，我也可以拍照，今天有抓头发。因为刚刚去吃喜酒，好，然后好了，这样聊天也聊不完呢，都几点了？好，很开心认识新朋友这样。这首歌我要唱是因为在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，圭娜这个声音出现，让全世界知道台湾。这首歌本来很少人唱的。而且只有老人家会，然后我觉得年轻人要接续这样的事情，让很多的美好继续留下来，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学这首歌。偏偏老人家每次唱的方法都不太一样。原来 R&B 的精神就在于你不一样的心情、不一样的朋友，就会有不一样的唱歌方式。我希望我可以学会这样的道理。今天用年轻人的声音来唱这首歌《欢乐饮酒歌》，谢谢各位。介绍我的鼓手，也是图腾的鼓手，也是马斯卡的鼓手，也是张美琪的鼓手，阿瑟。结果你的掌声比我还要大呢，你什么方法变？他没有麦克风，他没办法讲话。
呀。